24000到3萬蚊每平方喎，中山二城備案價就曝光咗。想要睇樓買樓冇套路呢，優點缺點都要知啊！大家好，我係阿樂 Alex。啱啱呢，中山石岐經濟總部陰陽集團第4代豪宅項目二城呢，7座樓，總共308套，備案價呢就公布咗24000到3萬蚊每平方起喎。嗱，等住先，大家冇太新㗎啊！順便呢教大家點去查詢新樓盤嘅備案價錢，佢有冇俾查封啊？有冇抵押？包括佢邊棟樓、邊個樓層未賣嘅，定係賣咗呢？等等情況呢都可以睇得到嘅。首先搜索中山置房同城鄉建設局信息網，亦即係平時我哋所講嘅自建局啦，或者呢輸入網站地址。咁大家要注意下喎，平時啲網站呢其實都有官方2個字認證嘅。嗱，政府網站呢就會多一個國徽嘅，喺首頁位置呢就點擊對外服務系統，再點擊商品房預售信息，確認調整，出現2個二維碼，咁就用翻微信或者支付寶掃一掃啦，掃呢個人帳戶登錄。咁呢個時候呢，手機會提醒你做人面識別認證嘅，識別咗之後呢，就選擇公示平台。如果大家需要直接跳到呢一步呢，回覆一個1字，我就發呢個網址俾你，直接呢掃碼就可以查詢啦。選擇中山，再點擊確認，首頁呢就可以睇到樓盤嘅備案情況。因為二城呢係最新備案，所以呢喺首頁就可以睇得到。如果你想查詢邊個樓盤，就喺右上角輸入樓盤名呢，直接搜索。嗱，呢個時候要注意下嘅，有啲樓盤嘅推廣名同埋備案名呢，佢係唔相同，所以呢就以備案名為準嘅。咁依家可以見到呢，項目簡介、項目4證、銷售許可、銷售清冊、樓盤銷售公示。二城呢，首先會開1座、3座、7座、6座嘅。我哋嚟睇下二城公布嘅備案價，所有樓棟呢都係24層高嘅專梯入戶，即係2梯2伙啦。其中1到4棟呢，面積就係119平方，單價呢24000到25000蚊每平方，總價呢就287到299萬嘅。5座7座面積呢153平方，單價呢就26000到27000，總價呢就399到414萬蚊啦。6座呢面積179平方，單價去到28000到29000喎，總價呢500萬到518萬。6座頂樓複式呢265平方，單價就最高啦，3萬蚊每平方喎，總價去到797萬。陰陽二城呢就已經確認咗喺呢個禮拜6，亦即係1月24號正式開盤啦。之前呢就應酬嘅，應酬金5萬，咁應酬個順序呢就係開盤嘅時候呢揀房號嘅順序。咁目前所知嘅折扣體系呢就係凍資額外享受900折，應酬呢額外享受97折，我都幫客戶做咗。最終折扣係幾多呢？就等待1月24號星期六開盤嘅。咁我哋依家見到呢係備案價，咁平時發展商賣樓呢，佢就喺呢個備案價個基礎上上下浮動15%嘅。當然，如果超過15呢，就需要繼續去調整呢個備案價嘅。嗱，大家呢亦不妨大膽咁估下啦。按照備案價最低浮動15%，亦即係呢85折之後呢係幾多呢？大家自己計下啦。我前邊2集視頻呢，有詳細測評過陰陽二城所在位置、周圍環境、配套、樣板房嘅，大家呢想了解就去睇下，因為我嘅介紹呢同其他人呢係唔同嘅。好，大家想了解中山珠海，包括成個大灣區樓盤，無論新樓盤定係二手樓呢，都可以幫到你嘅。需要更詳細嘅樓盤情況以及優缺點，可以加我微信或者 WhatsApp。想睇樓可以接送大家過嚟實地考察，了解對比咗之後，慢慢再做選擇。關注訂閱我，睇樓冇套路。